界。我的兄弟带着他的妹，他还嚣张地走到了我的身边。他问我是不是很闲，要不要一起去电影院？在家还带着得意的感觉，让我想给他发瑞。我们走到电影院的门前，从你说肚子痛去厕所借。他的妹正在这个时候对我甩把腿，于是我走去买了座位，故意让你们的分眼，相信过了今天。哦，你给我妹，你给我妹，你给我妹。情人节快乐！我是troublemaker，不要随意放闪给单身的人。情人节快乐！我是情侣杀手，请不要下次带你的女朋友来见我。哈哈。女朋友想在我兄弟面前学一波，将内在去趟厕所，回来记得吹龙膜。兄弟去吧，我买了座位，硬要坐在我们的中间，难道过了今天？我丢你，我丢你，我丢你。情人节快乐！你是troublemaker，请不要随意放闪给单身的人。情人节快乐！你是情侣杀手，请不要下次带你的女朋友来见我。情人节快乐！你是troublemaker，请不要随意放闪给单身的人。情人节快乐！你是情侣杀手，请不要下次带你的女朋友来见我。在你门，我也单身过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拿照片出来。